長、副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早晨。今日咧，我好高興邀請咗 3C 班丁奕文同學同埋 4A 班葉心妍同學分享有關地理學習嘅經驗同埋方法。等我哋一齊去分享下點樣去提升地理科嘅學習興趣同埋成績。奕文啊，可 Sir 咧呢幾年咧雖然就冇教過你啊，咁但係咧都見你咧學業嘅成績咧都相當之優越喎。點解咧你喺地理科可以能夠獲到好嘅成績呢？首先，適當嘅記憶學科概念係十分之重要㗎。我哋需要揾到有效記憶方法，咁樣先至可以更好咁理解同埋掌握地理知識。恆常嘅溫習亦都係關鍵，將短期記憶轉化為長期記憶，先至可以喺考試之中游刃有餘。講得相當好啊！地理嘅課程咧本身咧就包括咗7何法，包括咧可 Sir 嘅親戚啊，好何地啦、何時啦、何人啦、何事啦、如何啦，同埋為何呢啲嘅問題咧，都可以幫我哋咧去了解咧係地理嘅現象、地球發生嘅事。溫習嘅時候咧，其實同學可以多啲問自己，然後咧你可以透過筆記啦，或者你去加以去記憶啦，咁呢個嘅學習咧就變得更加有意義啦。更加重要嘅係，當我哋身處喺呢個多變嘅世界，面對各種挑戰嘅時候，我哋需要設想唔同嘅解決方法。因此，學習地理唔僅僅係記憶，而係學習梳理解決問題嘅過程。好多謝奕文嘅分享啦。咁另外，心妍啊，最近呢，我就見到你喺同屋企人呢去遠足嘅時候呢，都拍咗一啲好靚嘅相啊。咁啊，當你咧 share 呢啲相嘅時候咧，你都嘗試咧將學過嘅一啲地理嘅概念咧，同可 Sir 分享喎。咁喺平時去行山嘅時候，我屋企人會影相。咁喺呢個時候，我就會諗下周圍嘅地貌係點樣形成嘅。咁譬如話喺海邊啦，咁我會留意到有海水湧上嚟，又去拍打呢啲岩石嘅情況。咁岩石本身就會有窿啦。咁當海水蒸發，然後就會產生呢個嘅鹽結晶啦。咁呢啲鹽分就會不斷去累積，又產生壓力。咁最終令到岩石表面嘅礦物質脫落，又產生呢個蜂窩狀嘅結構。心妍呢講解得相當之流暢，能夠咧學以致用啊！地理科咧其實有好多唔少戶外參觀考察嘅機會，鼓勵咧大家走出課室，用心咧嚟用眼啦，用個心啦嚟到去欣賞呢個大自然。咁亦都咧去思考翻咧大地嘅起源，思考翻咧人類咧點樣同環境咧去互相去依存喎。咁所以咧，其實去戶外考察咧，你係唔係淨係用對眼㗎？你係有五官嘅運用㗎。好啦，最近咧，可 Sir 咧都帶咗咧2位中五嘅同學咧嚟到去參觀呢個馬屎洲嘅地質公園。咁除咗親大自然之外啦，喺導賞員嘅講解之下咧，我哋都認識咗新界東北嘅沉積岩同埋佢周邊嘅地區嘅一啲環境嘅形成。同學咧去考察過後啊，雖然咧行咗好多路啊，咁咧都嘗試咧去將一啲所見嘅所聞啊，好啦，以呢個嘅主色圖咧嚟到去表達。睇落咧大家好熟悉啊！如果讀地理嘅同學都知道啦嚇。咁呢個咧其實都係咧讀地理嘅同學咧需要去表達嘅一啲嘅方式嚟㗎。咁雖然我哋4A 班嘅同學係冇參與呢個嘅考察嘅，但係可 Sir 冇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佢以喺馬屎洲嘅所見所聞，又喺我哋嘅班 group 提出咗啲問題，又藉此令到我哋全班多啲觀察，一齊討論呢啲地貌係點樣形成嘅。當時咧同學咧都即係發表嗰個嘅意見咧都十分之踴躍啊！好啦，咁除咗咧參觀呢個地質公園之外咧，嗱其實地理唔係話一定要去好遠嘅地方㗎喎，就算咧喺接近我哋學校嘅元朗東頭工業區咧，其實都係我哋係研究嘅對象嚟嘅。去年呢，咁我哋咧都參加咗呢個好空氣校園計劃。咁當中咧，同學其實係運用咗唔少嘅考察技能啦。咁例如你會見到呢啲同學咧係會去工廠嘅即係嗰個嘅管理處嗰度咧去數數啦，去觀察咧究竟有啲乜嘢嘅工廠嘅工業大廈嘅裏面一啲嘅類型啦、土地利用分區等等啦。咁從而咧嚟到去分析工業區嘅空氣污染嘅成因喎。咁而同學咧，亦都能夠咧去觀察過後咧，去有一啲嘅反思，學以致用。咁嚟到去咧嘗試咧，去有一啲嘅建議咧，係向呢個嘅主辦機構咧係去提出改善呢個嘅社區空氣污染嘅質素㗎。咁呢個嘅最後咧，其實咧佢哋咧都進行咗咧喺社區上面咧一啲嘅展示。咁所以其實學地理咧的而且確係一個這麼近那麼遠這麼遠那麼近嘅經歷喎。咁我哋成日話高手在民間，只要我哋多啲行出去戶外，觀察下周圍嘅人事物，
對周圍嘅環境多啲觀察同埋好奇，由多啲思考，同埋身邊嘅人多啲討論，你同我都可以成為呢個地理高手。多謝大家。